弟兄兄姐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日头足闪死的，吼，因为我早起起来的时候吼，看迄日头光照过阮兜的树啊，阮兜的家当树吼，叶啊足白的，发甲足水的。但是日光为迄中间透过来吼，我拢感觉讲，咱亲像迄个后壁有探照灯安尼。吼，啊，上帝互咱会当见到你透早的即个日光，吼，互咱充满活力来到上帝的殿院。只是请咱安静心来祈祷。听我的主，我感谢你，互阮自集伫你的殿院，互阮为你伫主你的树边。主啊，当日头真大的时，你互阮阴影掠阮，互阮无感觉足热的，互阮会当生存落去。伫阮的生活上，阮会拄着侪的代志，可能互阮感觉无顺利，可能互阮身躯感觉亚线，感觉头前的路充满疑问。但是主啊，恳求你帮咱带领阮，互阮仰望你的时，阮就得到快乐。亲像今仔透早的日光，互阮知影今仔日是充满盼望的一日。因为今日属你的安息日，就今日你所疼的囝儿，拢会当伫即个所在得到快乐。也恳求你帮咱带领，互阮在敬拜的中间，找找阮伫人生的中间的一个目标，伫阮的生活上，伫阮的生命的中间，互阮快乐，通互阮跑走人生的路站。也恳求你帮咱带领，写今日所有的服侍同工，得到主你的快乐，服侍哪欢喜哪喜乐，哪有快乐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免。弟兄兄姐平安。咱来今日咱的练习时间，咱要唱的圣诗第一首是211首，211首，求上帝发出你的光。请咱先对第一集来念一遍。来，求上帝发出你的光，以求你的真实，来引带我上到圣堂，通甲天父亲密。第二节，我亲爱到上帝这段，我心就会欢喜，我要弹起出声唱歌，咯上帝人义。第一节搁一遍，来有上帝发出你的光，以求你的真实，来引带我上到圣堂，当甲天父亲密。圣堂，圣堂，歹势，我拢讲毋对，到圣堂。好，这首诗歌杨树勇牧师所做的词。其实杨树勇牧师，我顶个捌讲过，伊捌咱参加咱的圣经的修订，伊是一个诗人，伊的台语非常的好。有人讲伊翻译出来的台语圣经，其实是比原来原文，应该是讲英文啦比英文的圣经更较好。所以伊真用心伫这个，咱看伊这个词，其实咱嘛看真水的台语的词。有押韵啦反正唱起来就真顺啦你若捌唱过其他有的人做的台语的词，有当时起起卡卡你就知影讲伊这词写了有偌好啦。其实咱想咱顶礼拜咱的少年团契、少年团契有少年组织，咱听到因的台语，其实咱嘛感动啦
因真用心，嘛训练了真好。其实要讲到迄个腔口，其实真无简单。我想真无简单。所以咱将这个代志放伫咱的心内，就是讲，有当时咱讲伫教会，到底台语言的成分，甲什么程度？有人讲华语来敬拜，还是讲宣教，其实是爱用咱捌的语言。但是台语讲起来，教会是上尾一条红线啦。过来台语会倒，就是教会台语若倒，台语就差不多倒。不止伫台湾咯，伫厦门，其实我去厦门。厦门人的台语嘛，闽南语嘛是差不多袂记得要了的啊。所以这是全面性的代志啦。所以咱大家为着这来纪念这件代志，就是咱来思想这件代志。过来念这遍。求上帝发出你的光，以及你的真实，起来引带我走到成功，当甲天父亲密。第一再搁一遍。求上帝发出你的光，以及你的真实，来引带我走到成功，通甲天父亲密。好，咱搁来看第二首诗，圣诗587首。圣诗587首，咱真熟的诗，嘛定伫唱的诗。我毋知明仔日会怎样。第一节，我毋知明日会怎样，走错路。阮要担忧，我无求，他日好日光，有时阵黑暗无长，在将来我充满望，主保守，得较稳当，我逐日到主动脚步，伊在我头前路途，做事明日会临到，做事学得明了，我深知主掌管明日，伊看我。一路行头。我大概看到这首诗歌的名时，我就定定伫怀疑，我讲，那台语的圣诗这句话甲翻做，这首诗甲翻做讲，我毋知明仔日会怎样，看起来就真无愿望的款。咱看华语的翻译是啥？我知谁掌管明天？听起来加足正面。想足久，就要查，才知影讲啊。原来是安尼，伊的原文就是这首诗歌的原文是我知什么人掌管明仔载，就是伊英文的原文是安尼。啥台语甲翻做安尼？原来是台语的圣诗，这个名其实毋是伊的名啦。伊甲第一节咱看到第一节的第一句摕来当做这首诗歌的名，其实毋是伊的名，只是用安尼来代表。所以这首诗歌拄开始。真低调啦，就是讲真负面的看法，但是到后壁是正面的看法。所以头前来讲，我毋知明仔日会怎样，听起来足无愿望其实是我知什么人掌管明仔日。所以咱来唱这首诗歌，第一节搁一遍。我毋知明日会怎样。走错路，我免担忧，
我无求，逐日好日过，有时阵黑暗无光，对将来我充满望，主保守的较稳当。我逐日到主动脚步，伊知我头前路途，做事每日为临到，做事学得明了，我深知主掌管每日。看我一路行头，第二站，每一步若行若光明，亲像白黄金流水。我当担若杯酒若轻，若分叉灿烂光辉。所在，主阳光普照，无目屎，也无凄凉，在美丽彩虹的尽头，情线领甲天相连，做事每日为临到。做事学得明了，我深知主掌管每日，伊看我一路行头，是主掌管每日，伊要看咱一路行头。咱过来念圣诗65首。65首是咱的月圣诗，吼，咱念几啊遍了。来，第一再来。天边可怜世人。艰苦打开救恩的路，找伊先行救主耶稣，共世替人受苦，愿意光归上白上帝尊贵。稳定福气，欢喜平安，规地就人中间。这首诗歌，陆胜春牧师作词作曲，其实伊作曲了后，第一届词是用日文来写的，大家光复了后，民国40几年的时，伊才佫改做用台语。伫台东的时，伊伫台东伫原住民服侍的时，伊就改做台语。所以咱即摆唱的是这个版本。其实这首圣诗，伊是讲这是圣诞节的圣诗。谁来讲圣诞节的圣诗？伊伫咧说明圣诞的意义。咱看足侪圣诞节的圣诗，拢是伫描述迄个主降生的故事。但是这个是咧讲到底耶稣为咱出世，伊的意义伫倒？所以天父可怜世人艰苦，这首诗歌，若照伊的囝儿陆伟德牧师的讲法，这首诗歌爱安静的心，轻声来唱，唔免大声来唱。所以咱第一节能够轻声来唱。天父可怜
世人艰苦，大开救阮的路，找伊圣行，救主耶稣，降世替人受苦。愿荣光归上帝上帝，尊贵永远无替。阮地福气欢喜平安，规地就人中。搁一遍，咱第一再搁一遍。天边少年，世人艰苦，大开救阮的路，找伊圣行，救主耶稣，降世替人受苦。愿荣光归上帝上帝，尊贵永远无替。阮天福气欢喜平安，规地就人中间。请咱闭眼心来开始咱今日的敬拜。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，咱伫即日中间要欢喜快乐。这是咱三甲内经圣诗第65首。天父可怜世人艰苦。圣诗65首。天父可怜世人艰苦，大开救恩的路。找伊圣囝救主耶稣，降世替人受苦。愿荣光归圣父上帝，尊贵永远无替。恩典、福气、欢喜、平安，
规地上人中间。请咱起立。请坐。这是咱三甲来读主的祈祷文、主祷文，伫个周末的第7页，咱三甲来读，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，互阮赦免阮的辜负。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狱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这是咱三个要来启应，启应文第27篇，伫个圣诗的后壁面，启应文。第27篇，也是诗篇113篇。启应文第27篇，咱三甲要来启应，着称赞上主。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。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，上主统合万国，啥人会当甲上主咱的上帝相比？伊对真爱提拔善车人。
互因甲贵族排做伙，伊互未生的妇人人有大家庭。着称赞上主。这是咱国三甲内面圣诗第211首，求上帝发出你的光。圣诗211首，求上帝发出你的光，以及你的真实，来引带我上到圣堂，通甲天父亲密。请咱起立来吟专首。求上帝发出你的光，以及你的真实，来引带我上到圣堂，通甲天父亲密。上帝这段，我心就会欢喜。我要弹琴出写首歌，哦，路上帝恩义。我心写诗欢乐忧闷，你着望上帝。请坐。这时，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。全能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的引带甲带领，互阮会当做你的囝儿，享受你所赏赐互阮的平安甲喜乐。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，互阮会当伫即个有战争极端的气候、甲病毒、细菌的世界中，靠主有坚固的信心，靠主来得到帮赞。阮要继续为着这无平静的世界来祈祷，求主互世界。强权的执政者会当行公义，心存怜悯，互世界赶紧来恢复和平。特别求主看顾乌克兰甲俄罗斯的百姓，因为战争的缘故，侪人的生活受到真大影响甲威胁，甚至有人来丧失性命，求主你施恩保护你的囝儿，你的正百姓，互因会当早一日来恢复正常的生活。以马内利的上帝，愿你甲因同在。阮也要为着台湾，阮徛起的所在来祈祷。明年台湾就要举行4年一届的总统的选举。主啊，咱求你，互遮的候选人拢有疼即块土地的心，疼百姓的心。上时，阮也要求主，赐互阮众人拢有智慧的眼光，透过选举。来超找着迄位行公义、好人民、主你为阮所备办的领导者，来固守你的羊群。伫阮教会中间，有侪青少年、细囝，经过即个暑假，就要到一个新的环境来学习。不管是幼稚园、国小、国中、
高中、大学、研究所，愿拢求主引带遮个囡仔，除了伫功课顶面有主你遐来帮赞，嘛会当伫个信仰的方面，甲因，互因伫无共的团契内底，会当有上好的适应。做伙伫教会中来读神的册，进一步来连接上帝，搁深来熟悉你。阮嘛要为着柯牧师因一家来祈祷，愿上帝保守牧师的家庭健康甲侍奉，拢一直经历主你丰富的赏赐，也求主互伊的服侍，拢有对你上帝你遐来的气力甲智慧，有你满满的祝福伫伊的身上。上时，阮也要为着教会中身体欠安、有病痛、有状况在治疗的兄弟来祈祷，求主你继续赏赐遮的兄弟姊妹有属天的气力，互因就算是身体小可无爽快，但是因的心思意念，拢会当每一日靠主你的话语。你的唱诗歌来更新，领受你所赏赐的平安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这个世界虽然有艰难，但是你有应允，阮有平安。阮要继续来仰望你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赏赐阮平安。阿门。下面咱三个来看上帝的话，记载伫个圣经创世纪27章30节到37节。伫个旧约圣经的28页，创世纪27章30节，现着我来读。以撒甲雅各祝福明白，雅各拄拄对伊的老爸以撒遐出来，伊的兄以扫拍拉倒来，伊也煮好的味素捧来，互伊的老爸讲：“我的爸啊，请起来，食囝所拍着的，好通甲我祝福。”伊的老爸以撒甲伊讲：“你是几水？”伊讲：“我是你的囝，就是你的大囝以扫。”以撒大囝摇摇带讲：“彼是一水，你未来的大生，捧伊所拍着的来互我食伊，甲伊祝福，伊的确要得到福气。”以扫听见老爸的话，开声叫苦大哭，对伊的老爸讲：“我的爸啊，你也着甲我祝福。”以撒讲：“你的小弟用诡计来抢你的福分。”以扫讲：“伊名做雅各，减无真咸啊！伊欺骗我2摆，前抢我大囝的名分。你看，当伊阁抢我的福分，阁讲减无留一个通甲我祝福嘛？”以撒应以扫讲：“我已经立伊做你的主，也将伊的众兄弟，互伊做奴仆，也用5谷新酒养饲伊。我的囝，当我要的甲你做啥物？读
读圣经到遮。这时，咱请圣歌队来献诗，因要唱的诗歌是《我要夜目望山》。
这时咱请牧师来讲道，伊今仔的题目是为怎样防欺骗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伫你的面前，我很感谢你。虽然外口的日头遮尔赤夜，虽然外口真侪风险，总是你保守阮，互即个太阳袂伤阮，互即个世界无法度将阮伤害。只是叫阮恳求信心甲阮同在，帮助阮来明白你的话语，了解你要对阮讲的话，互阮来享受到你的恩典中间的疼痛。阮同心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最近咱若有看到新闻吼，咱看到政府咧公布一个消息，讲最近因为政府咧打击遮犯罪的遮新闻，特别咱若有较注意，就是遮咧用欺骗人摕到利益的遮集团呢，政府有做一个统计。互咱会当看到即个欺骗、即个骗人钱遮个行为，敢若伫咱即个世代，敢若真发达，敢若侪代志拢咧遮咧发生。事实上，欺骗的行为对古早到今拢毋捌停止过。咱讲白贼遮真侪动机，其实拢是为着个人的一个利益伫咧，所以欺骗也是讲白贼，拢有一天会互人看出来，拢有一天会互人发现到。即几年，咱看到欺骗的方式，敢若不断咧改变。咱看到也阁是有侪人受到即个欺骗，受到即个白贼的影响，所以有侪人损失了金钱。损失了个人的信用，政府、警察其实嘛咧不断咧宣讲讲，咱莫去受到遮个欺骗，就是咱莫受到人咧甲你欺骗的时阵，即种的陷害，总是咱要安怎来看待即款的代志呢？即种莫互欺骗的行为。莫互即种讲白贼的即种方式来产生呢？对欺骗、讲白贼，咱会当看到，敢若是上帝创造人一开始的时阵就有啊。伫亚当坠落了后，即种的代志就入去到咱人的心内。当咱拄着状况的时阵，就会将这种欺骗的这种的机制，就发动起来，就真不自觉的，就讲出白贼来欺骗别人。以撒也要来喊，欺骗别人讲伊的某是伊的小妹，是要为着保全家己的性命。咱若对今仔日咱所读的创世纪27章内面，咱要看的是到底是什么人欺骗了什么人，然后咱要想的是为什么伊会受到欺骗呢？第27章内面，以撒、利百加、以扫、雅各，因的心内到底在想什么呢？伫前2礼拜，咱看创世纪25章，雅各趁着以扫对外口拍拉转来的时阵，迄个时阵以扫搁忝搁枵，伊就用一碗红豆汤换了即个以扫即个大囝的名分。以扫放弃了即个大囝的名分。即个是2个兄弟中间的交易。以撒甲利百加可能毋知影，大囝的身份已经到雅各的身躯顶啊。以撒的心中，咱对今仔日的经文会当看到，伫以撒的心中，犹原将以扫看作是大囝。所以，伫今仔日的故事内面，
就搁一摆，咱要看到为什么会受到欺骗。长大以后的以扫，真做一位拍拉的人。以撒疼伊，因为以撒爱食即个大囝所拍拉转来的野味。咱看到利百加介意，较疼着雅各。咱看到即对翁仔某，一个疼一个，因互相咧疼无共款的人。即个时刻，以撒会年岁大，伊的身体机能老化。经文安尼写讲，伊的目睭规个看袂到啊！伫即个时刻，伊叫着伊的大囝以扫过来，伊对伊讲：“我无确定我伫倒一天会死去，因为我已经老啊。”以撒可能认为家己的身体状况无介好，伊感觉家己的时间伫即个世间的时间无介济啊。所以就爱以扫摕着金甲钱，去到野外拍拉，然后即个所得的即个米，就爱用着伊所介意的口味来做一个伊上爱食的即个食物。伊食了后，伊就讲：“我要为着你来祝福。”伫古早的时阵，当时的人认为，若是要祝福别人的时，是爱伫一个真美好的状况下面来进行。那呢，即个祝福就更加有即个效力。所以一般来讲，促成即个真美好的状况的方法是透过音乐，透过即个真好食的食物。另外，若是即个要接受祝福的人，会当贡献伊家己的专长、专业，那呢，即个整个的祝福就会更加完美。所以，咱看到以撒爱以扫，因伊有的上帝互伊拍拉即个运数，互伊会当做一个真好的食物，然后来换伊即个老爸对伊的祝福。不过，这时利百加却听到因两个爸仔囝的对话。伊趁到以扫厝外拍拉的时阵，就雅各讲因爸仔囝中间的即个对话，然后爱雅各照着伊即个老母的指示，去羊群内面掠2只羊仔囝，然后互伊来正做即个以撒所爱食的即个口味。利百加甲雅各讲：当你摕去互你老爸食的时阵，你的老爸就会伫伊还未死之前，甲你祝福。而且即个祝福是大囝才有的祝福。我咧想，利百加有即款的想法，可能甲伊当时咧怀孕的时阵有关系。因为当迄个时阵，上帝甲伊的回答是讲，爱大的爱服侍细即句话。但是我咧想，更较有可能的原因是，因为伊较疼雅各。毋但安尼，还佫有一个原因，是因为大汉后生以扫娶赫人做某，就是娶一个毋是因工作的人做伊的某。这件代志，互利百加心内真野心。无的确，我咧想，伊认为即个时刻叫雅各做即项代志，摕即个食物去互伊的老爸，互雅各去领受到即个大囝的祝福。利百加认为即个行为是合理的，但是咱看到雅各对伊的老母讲：“我甲我的兄哥无共款啊！以扫的全身拢是毛，啊，我的皮肤真幼。万一我的老爸若甲我摸的时阵，伊发现我家己欺骗的，那呢，我得袂到即个祝福以外，我阁会受到即个咒诅呢。”利百加甲以扫安尼讲，甲雅各安尼讲，即个咒诅就归到我的身躯顶啊！
我来承担，你就照我的话去做。当时的人认为，无论是祝福也是咒诅，迄个毋那是一个心愿的表达尔，佫是一个会带来一个实际的效果。所以利百加相信，这个咒诅是会当转移的，而且伊愿意承接这个结果。雅各这个时阵是怎样咧想的呢？伊的老母安尼甲讲，我想伊可能是安尼咧想的。伊安尼咧想的是，我已经得到大囝的名分啊，我已经有大囝这个身份啊，我已经甲以色换过来啊，即马我是大囝。若是我这个时刻，抑阁有老爸予我这个祝福，是对这个大囝的祝福的时阵，那呢，毋就真完美啊吗？雅各伊心内安尼想，既然老母安尼讲啊，我就照安尼咧做。所以雅各就摕着即个伊的老母所最好食的食物，来到以撒的面头前。以撒闻着迄个香味，但是伊听到迄个声，却是雅各。伊的心内有犹疑、有怀疑伫个，所以要求雅各进前来，活伫伊的头前。伊伸手甲伊摸，要来确定讲伊到底是甚物人。不过，因为利百加一个真用心的安排，互以撒无法度照着即个用摸的方式，也是用骗的方式来看破雅各。伫即个时刻，以撒确实互伊迷去啊！伊无法度分辨头前即个人到底是雅各，也是以扫。总是伊伫要甲伊祝福进前，搁一摆确定伊的身份，就甲伊问讲：你真正是我的囝以扫吗？以扫即个时刻伫野外。真认真咧找遮个野兽，伊照着真丰富的即个拍拉的经验，无偌久伊就掠着遮个动物啊。以扫即个时刻，伊心内安尼想：当伊拍着遮个野兽了后，伊心内想讲：我会紧转去，然后将即个所拍着的物煮做我老爸所爱食的口味。互我的老爸欢喜，因为迄个时我要出来进前，我的老爸亲嘴甲我讲食完这野味，就要为着我来祝福。这个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。我想以扫这个时刻，伊的心内有一个期待，伊期待着伊的老爸为伊来祝福。伊处理了遮所拍来的遮动物，伊煮做老爸所爱食的即种真好食的食物，伊摕到伊的老爸面前。以扫向伊的老爸讲：“老爸，请起来，食我替你拍来遮的野味，我已经做做你真介意食的即个口味啊。然后你甲我祝福吧。”咱看到伫经文内面描写到这段的时阵，以撒的反应是怎样？以撒听到这个人的声，伊的心内可能咧怀疑着，这个真正是以扫的声，甲头前迄个人的声无共款。但是伊看袂到，所以伊就问讲：你是甚物人？你是甚物人？伫面对面的这个人，甲伊回答讲：我是你的囝，是你的大囝以扫。咱看到经文内面描写到以撒，这个时阵伊心内摇摇颤，伊一个大囝规身拢咧震动，伊的心内咧想：安尼，拄则发生了什么款的代志啊？
伊就问讲：那安尼，拄则摕野味互我食的迄个人是啥物人？伫你入来进前，我已经食啦。迄个人已经将我所爱食的物件摕来到我面前，我食落去啊！我嘛为伊来祝福啊！而且即个祝福是永远属于伊的。即个祝福是属于大囝的祝福，是大囝才有的呢。以扫听到即件代志发生啊，伊心内感觉真痛，伊就大声哭。迄个哭伫经文内面的形容，咱可能安尼感觉袂出来。伫原文内面是一个极强烈的一个口气伫的，是一个真受气甲痛苦的中间的情绪的内面。伫即款的情绪内面，伊甲伊的老爸要求，伊讲：你嘛爱为我来祝福，我是你的大囝，你爱为大囝来祝福。以撒知影，伊知影拄则是雅各甲伊欺骗啊！伊知影拄则是雅各用一个诡计，将即个大囝的祝福夺走去啊！真正的大囝，就是出世出来的以扫，头先出世出来的以扫，伊对雅各有一个新的怨恨，甲旧的即个仇恨伫的。以扫认为头前雅各利用伊搁忝搁枵的时刻，骗走了即个大囝的名分，这是以扫伊直接认为的。然后伊认为即马雅各搁用即个诡计夺走即个老爸对大囝的祝福。以扫用雅各的原文内面迄个名，一个真负面的意思，就是欺骗。来讲雅各，这个时期的以扫真失望。不过，伊伫失望的中间，伊搁一摆问伊的老爸讲：你真正无留互我任何的祝福吗？我咧想，以扫这个时阵，伊的心内是一个真正唔甘愿，伊的心内实在是真怨恨雅各。所以伊的心内安尼想：我的老爸的身体已经无好啊，强要死啊！当我将伊的一切代志办理了后，我要将雅各杀死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老爸对大囝的祝福，伫犹太人的观念内面，是一个承接上帝祝福一个真重要的代志。老爸对大囝的祝福，是一个承接上帝予亚伯拉罕的应允。所以伫创世纪27章内面的记载，讲以撒伫年老的时阵，伊要将这个产业留予大囝，伊要伫还未过身之前，要为大囝祝福。我咧想，这个时刻，以扫可能已经袂记得，伊已经将这个大囝的名分予雅各啊。无的确，伊还佫会记的，只是伊无咧注意尔。以扫可能认为，伊真后拍食的野味，所以伊受到老爸的疼痛，伊佫真做一个大囝，所以就认为讲，这个大囝的祝福就一定是伊的。总是以扫为着红豆仔汤，卖掉伊大囝的名分。伫迄个时刻，以扫就无资格佫承受这个大囝的祝福啊。虽然大囝的名分是两个人、两个兄弟私底下的约定，因的父母唔知影，总是这项事上帝知影，天使知影。这毋那是因两人个人的这个命运的关系，是影响到后世代每一个世代。所以以扫看清这件代志，就改变了家己甲后代的命运。我想这是伊无想到，伊嘛无法度去挽回。
实际上这件代志，上帝早就定着这款的结果啊！早伫以色列雅各出世之前，上帝就用伊的老母利百加安尼预言讲有两个国伫你的北内，两个族要对你的身躯顶出来。这个族要强过迄个族，将来大的爱服侍小的。所以伫这个真关键的时刻，连利百加拢来帮衬雅各，要互伊雅各对以撒也来领受到大囝的祝福。咱看到以撒的祝福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迄是当以撒对雅各讲：“你将肉摕过来的时阵，我食了就祝福你。”这个时刻，以撒真正相信雅各是伊的大囝，所以以撒心内这个时刻，其实伊毋知对面是雅各，因为伫以撒的心内，伊咧想的也是以扫。所以当雅各听老爸的话，行过去该斟的时刻，以撒闻到伊身躯顶迄个衫所发出来即个气味，是带着田野中间的香味。所以咱看到伫以撒的祝福的内面，摕到有关即个田野的祝福。伊讲到愿上帝赐下即个真好会当经营的即个条件，有够野的雨水，有真肥的土地，以及有一个真丰收的收成之地。接续提到讲，以撒提到讲，雅各要受到特族的服侍，要伫兄弟中间徛头一位。人若无尊重伊，就会受到咒诅。这个是对大囝的祝福，是一个永远的祝福，是一代传过一代的祝福。以撒嘛，因为以扫的要求，因为以撒无法度互伊这个大囝的祝福，已经立着雅各做以扫的主人。所有的兄弟拢爱服侍伊，五谷米酒拢爱互伊，所以以撒无法度去做任何的代志。但是咱看到以扫犹原无放弃，虽然无大囝的祝福，但是伊犹原要对老爸遐摕到伊想要得的祝福。这个时刻的情景，咱用想象的。咱要祝福别人的时阵，应该是伫一个真一个真慎重的一个场面内面，有一个真保证的一个过程的中间讲出来。但是这个时刻却毋是，因为老爸伊可能受到欺骗，伊真失望，可能佫带着一点有咧啼哭的声音。伊所讲出来的话，可能真细声，互即个以扫听袂到。迄是因为以撒伊有喙讲袂出来。即个老爸伊可能流目屎，伊实际上要互即个囝的祝福，毋是祝福。所以我想，即个祝福是以扫要得到的进程，是一个伫满面流目屎。是伫一个真软弱、绝望的中间所讲出来，这嘛是未来这个囝所要面对的一个真实际的情形。因为这个真肥的土地已经归乎雅各啊，所以未来以扫就要离这个真肥的土地远远。去到一个无降落雨水的所在，咧表明着以扫将来要生活的所在是伫旷野的地中间。以撒所疼的囝，这个囝以扫毋是要承受这个应允的囝，总是以撒犹原真细腻
咧对伊的即个祝福的内面。虽然讲伊伫将来要过着刀剑的一个生活，虽然伫将来伊要服侍伊的小弟，总是当伊若反抗的时，迄个捆绑伫伊身躯顶的即个枷锁，就会透放。所以，即个祝福的应允，互以色伫未来有一个自由的毋茫之地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我想咱每一个人，拢应该想要过着一个真受着祝福的生活，敢毋是？咱拢要想要得到别人对咱的祝福，互咱有一个受着祝福的人生。咱有囝儿逝世，咱嘛足毋望咱的囝儿逝世，未来拢是过着一个真祝福的生活。咱做人父母的，咱拢会想要为咱的子孙安排伫一个真好的肥的土地，一个天降落雨水的一个所在，互因会当活伫一个流敏甲直密的一个迦南地，互因的人生充满着祝福，敢毋是咧？咱拢会为着子孙，咱可能想要为因安排规划，互因的未来会当行了较顺。互因伫因的人生的道路顶面有平安，父母会为着囝儿做这一切的代志。不过有时代志的发生，甲咱所希望的会无共款，因为有各种的状况会出现、会发生。或者发生的时阵，是咱人无法度所抵抗的。咱看到以色，因为肉体的需要。伊看轻放弃大囝的名分，当雅各咧抢夺即个大囝的名分甲祝福了后，咱若对后面继续读的时阵，咱看到伊却爱安尼逃离，成做一个走离开伊的家族的一个亡命之徒。无论安怎，其实伫即整个的发生的内面。拢伫上帝权能的手中。咱伫圣经内面，咱不止一届看到上帝的作为，咱若继续读落去，咱会看到即个大囝身份的转移，拢是伫上帝所有定的计划内面。虽然以撒甲以扫因爸仔囝拢互人骗啊，利百加甲雅各利用诡计。去欺骗到这个祝福，显出这个人的欲望，然后这个欲望所掌握，伫不知不觉中间陷入欺骗甲受欺骗的中间。所以当我咧想的时阵，咧做这段经文的反省的时阵，我想，当咱啊军队伫耶稣基督的身躯边的时阵，当咱若倚靠着上帝话语的时，当咱互信心的扶持甲帮助的时阵，那呢咱敢法度来脱离这种欺骗，甲咱压砍，这种欺骗，互咱看袂到的这种情形吗？咱袂当讲雅各这种欺骗的行为是上帝安排。正确的讲法应该是安尼讲。讲雅各这款的欺骗的行为，上帝照着伊这种规则，转变伊，互伊成做顺服的子民。竞选，咱定下来讲竞选，竞选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顺服。所以咱在想，上帝为什么要竞选雅各呢？这是上帝的立意。咱真正毋知影真正原因是啥物，就哪亲像上帝拣选咱每一个人共款，迄毋是因为咱每一个人你个人是特别好，也是讲你值得上帝所拣选的，是因为上帝爱咱成做伊的同工，参与伫拯救世人的这个工作的内面。今仔日咱生活伫台湾，其实毋那是伫台湾，
伫世界顶面，拢有侪侪欺骗或者个代志来发生。我想咱拢会当感受到，一个是咱敢若生活伫一个无安全的环境的内面，因为欺骗，因为讲白贼，互咱无法度会当真简单去相信别人。有时可能连咱的兄弟姊妹、咱的父母，也是咱真好的朋友的中间，咱看到，咱有法度去相信伊无？因为有侪人会为着家己的生活，去咧为着家己的利益，用真侪欺骗的手段，互侪人彼此无信任伫咧。这是欺骗所爱付出的真大的代价。那呢，当咱每一个人，咱真做上帝子民的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咱是因为上帝的真理，互咱会当看破遐欺骗或者的代志，互即个对古早历世代以来遮的欺骗、白贼会当破除，嘛会当互咱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帮赞，互咱会当活出真实受到祝福的即个生活。那呢，当咱牵调着上帝应允，当咱实践上帝的话语，当咱倚靠着信心的帮赞的时阵，我咧想，上帝赏赐智慧伫咱的内面，互咱去分辨什么才是真的，什么是假，互咱活伫即个世界，活出上帝的荣耀。咱同心来祈祷，全能的上帝伫你的面前，阮知世代每一个世代拢有同款的代志发生，总是伫每一个过程中间，因为人的软弱，互阮地教陷落伫即个罪的中间。愿主你的真理的教示伫阮的内面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伫阮的内面，愿信心的帮助阮来看破这一切诡计、白贼、欺骗，互阮真实活出上帝你互阮的款式，互阮来成做伫即个世代中间的光甲灯，帮助阮，互人看到阮是你的学生。互更较侪人，因为看到真光，就来渴慕来认捌你。求主看顾保守，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咱国三角内面回应的圣诗第587首。圣诗587首，我毋知明仔载会怎样。我毋知明仔载。明日会怎样？主带路，我免担忧。我无求逐日好日光，有时阵黑暗恶长。对将来，我充满盼望。主保守，的确稳当。我逐日甲主同脚步，伊知我头前路途。做事明日。话任到做事，学得明了。我深知主掌管明日，伊牵我一路行透。圣诗587首，请咱起立。
明日会怎样？自带路，我免担忧。我无求，到日何日光？有时阵黑暗黑长，对将来我充满梦。自我受得较稳当，我斗志甲自动脚步，伊知我头前路途。做事明日会临家，做事学得明了。我深知主将关明日，伊看我一路行通，每一步若行若长亲像白金流水，我当那爬上那去，那云彩灿烂光辉，迄所在自阳光普照，无目屎，永无凄厉。美丽彩虹的尽头，情山岭甲天相连，做事明日会临家，做事学得明了，我深知主将关明日。伊看我一路行通，我不知将来的日子是幸福还是伤悲。既然自由去照正，伊也会予我到夜。虽然有水下，有刺激，也有苦悲。但有主引带我路走，伊无会甲我抓脚。做事，明日会临家。做事。学得明了，我深知主将关明日，伊看我一路行通。请坐，只是请大家闭眼心来奉献。
请坐。即时我要来报告的大声，咱先来读今仔日的经句，读2遍。请，独恁中间毋是安尼，恁中间爱做大个，要做恁的妻用。马太福音20章26节。独恁中间毋是安尼，恁中间爱做大个，要做恁的妻用。马太福音20章26节。好，咱来看下周圣经分担。领唱是潘美燕长老，司礼是林宗豪执事，司琴是赖韵如执事，献诗是博爱手语教会吼，司献是柯冠成执事，彭兆亮执事，教台是柯冠成执事甲黄慧谦兄弟，音控是李尔博执事，张建团执事，广告经理吴信昌牧师。好，来就聚会内容：拜三暗时8点，查经祈祷会。主理是柯牧师，司会是曹明祥执事。要看的经文是《撒母耳上卷》第29章。欢迎兄弟做伙来参加。礼拜下周第2礼拜，主理是吴信昌牧师。经文甲信息，请兄弟着在周间会使先大声伫咧厝内底来备班。好，请咱现到周报第6页。教会消息报告第1项，2023年上半年度检校通知啦伫咧本主日的上午11点。就等下礼拜结束伫咧团契教室要来办理检校，请团契财务同工把即个上半年度的账册啦还有凭证、存折传了好势。等下11点咱伫遐来检查。第2项交台训练，今年度第1场7月23、7月23号来启动下晡1点。伫咧地学室1楼来上课，交台训练，互阮的同工有即个共识真做有默契的团队，服侍新朋友，甲参加主日敬拜的请交台同工中级，甲对交台服事有兴趣的兄弟咱做伙来参加。迄天有传中道长。第3项。咱真恭喜这蔡依婷姊妹，蔡依婷姊妹，伫咧7月5号有生一个查某囝，妈妈甲查某囝拢足平安嘛恭喜周玉生弟兄，因翁仔某愿主祝福。第4项，下主日要邀请博爱手语教会吴信昌牧师，来本会请安正道。请兄弟做伙来关心。遮有一个补充报告就是本周的相连团契相连团契的聚会就伫咧2楼，礼拜堂就伫咧遮过来相连团契聚会伫咧遮，即位真欢迎兄弟侪来参加啦这相连团契好。教会集体交通甲代祷为着阮落去来祈祷。这兄弟就请大家三甲伫咧祈祷中来纪念。好，以上奉献证明请兄弟家己来看。若是有出入，将教会会计甲出入来订正。好，这是咱来唱说要变的圣诗，圣诗第396首，打马线会求主祝福。请起立，吟诗线，咱请柯牧师祝祷。打马线会求主祝福，好阮心中常快乐。打
大家结连亲爱互助，欢喜阮地主脚步，地主脚步，地主脚步，经过旷野主带路，眼光冠冕归主圣，总愿心志免惊惊，一日团无饱袂休息，四月为主做见证，做主见证，做主见证，无论倒去做工程，教会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。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毋忘甲救赎，信心的扶持甲帮赞，甲恁众人伫地对这点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别倒。咱彼此请安。